耶诞节要到了，台中一间冰淇淋的业者准备600份的冰淇淋，号召着企业甲民众捐赠寄付，要送予南台中家扶中心所扶助的囡仔，当作是耶诞节爱的礼物。有没有人？好，我来看。 伫咧卡片小愿望挂伫咧圣诞树，南台中家扶中心辅助的囡仔，即天互邀请来到台中一间冰淇淋店，写想要爱圣诞礼物，冰店招民间力量，必做伙完成因的愿望。家扶持续的做急难救助金、奖助学金，甚至寒冬送暖这样的一个3安的一个计划，让他们能够安家、安学，能够安心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募集的数量已经突破500份。 当然还有距离一大段，我们希望借重大家的力量呢，更多的人来捐献这个产品。南台中家扶中心讲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要8.5个辅助家庭收入变少，互囡仔今年的圣诞礼物可能攞出去，所以台中一间冰淇淋店招企业和民众来捐1000多份爱礼物。是吗？是。孩子等他有一天长大的时候，他也可以换成他有这样的一份心力。 将这个爱心再继续传达出去。圣诞礼物收集这天，冰淇淋店目招待者的弱势囡仔做伙来食冰。业者讲，前600个捐礼物的民众，除了请你食免钱的冰，佮提供免费礼物包装和消毒整理服务。期待透过因的心意，互社会会当加关心弱势家庭。